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哋嘅頻道。今日就聖誕節啦，首先預祝大家聖誕節快樂啦，新年進步嘅。今次又有一個好筍嘅優惠介紹俾大家嘅，係一個香港嘅虛擬銀行嘅存款嘅優惠啦，就係10厘息嘅。咁咧其實咧就由昨天開始咧就可以開始做啦，就最遲就10月31號要做嘅。咁咧就係一個1星期嘅港元或者係美元嘅定期存款嘅，咁10厘即係當然係好吸引啦。咁而小弟已經做咗噶啦。咁咧，如果大家都未知道點樣開依間銀行啦，依間銀行叫 PAO Bank 嘅銀行戶口啦，咁我喺資訊欄嗰度咧就放翻條 link 俾大家，因為其實我上2個禮拜咧都拍咗一條片咧，係介紹大家咧點樣去開呢個 PAO Bank 嘅。咁因為如果你話開 PAO Bank 咧，除咗可以即係做到個10厘息嘅優惠之外咧，其實咧大家咧就會有另外一個優惠嘅，係啦，就係呢個優惠，就亦都係盡快要做啦，因為都係10月31號前要做噶啦，就係開1個月港元定期，港紙5萬蚊就18厘息，咁同大家計過咧。即係你擺1個月定期咧，就會有750蚊港紙嘅息嘅，係非常之吸引，因為佢講嘅係18厘息，而且可以做到1個月咁長嘅時間。咁所以大家就冇錯過呢樣嘢啦。咁我哋亦都介紹翻依間銀行 PAO Bank 係咩咧？咁睇翻熒光幕咧，PAO Bank 咧其實咧就係陸金所控股有限公司啦。就係喺香港交易所嘅成立嘅公司啦，編號6623啦。咁亦都喺美國紐約交易所咧，亦都有上市嘅，個編號就 LU 嘅全資子公司嘅。咁亦都佢亦都係中國平安保險集團嘅成員公司之一嘅。咁所以其實依間係都係算一間即係上市公司旗下嘅一間銀行，都係比較穩健嘅。咁但係如果譬如話大家你話，我唔信間公司，咁點算咧？咁我唔信間公司咧，咁啊睇翻右下角咧就有呢個叫存款，即係香港有一個存款保障計劃啦。咁存款保障計劃咧就唔即係萬一真係 touch wood 啊間銀行咩事嘅話咧，咁其實咧大家咧都可以咧係有個存款保障額咧達到係80萬港元嘅。即係你存美金都有保，存港紙亦都保嘅，咁啊最多存80萬港元。咁即係如果大家如果存80萬港元樓下咧，其實就一定冇問題啦，係咪？咁講多少少呢個10厘息呢一個優惠先。10厘息咧就係俾現有客戶嘅，新客戶咧你可以做10厘息呢個優惠，亦都咧可以做呢個18厘息嘅優惠。咁啊，重複一次啊，18厘息嘅優惠咧就要有個推薦碼嘅，我會擺翻個推薦碼喺樓下嗰度。咁你要用我推薦碼去開咧，先會有18厘息嘅，否則嚟講就冇嘅。咁今次條片咧就主要講咧呢個係新資金嘅優惠啦，即是話你現有客戶你已經開咗戶口噶啦，咁咧你就可以攞呢個10厘息嘅優惠。咁點樣攞咧？咁咧就係要睇翻嗰個金額啦。我哋首先睇翻個金額啦，就係話首先你要存入呢個全新資金啦。咁咧就最多都係做7日嘅定期嘅啫。咁佢7日咧就年利率10% 嘅。咁就係我冇記錯咧，如果你話做得可能做10零20萬又好，譬如我做咗10零萬咁，都有成300幾蚊。即係講緊7日啫喎，7日有300幾蚊嘅息，咁都係一個非常高嘅優惠嘅。咁如果就擺錢嚟講咧，咁睇翻呢個表啦，7日你就可以做港幣100蚊最少，最多800萬港紙就做10厘息。咁你做美金都得嘅，咁咧美金最少15蚊美金，最多就100萬美金都有10厘息嘅。咁佢個條款係咩咧？咁佢條款我哋即係都要知下個條款係點啦。咁睇翻個條款咧，就係話你推廣期就係由而家今日即係聖誕節啦，就去到10月31嘅。咁你當然就最好早少少啦，因為如果你係即係比較遲去做咧，有機會就冇咗呢個優惠啦。咁咧就係啦，就新資金存入。就存7天就可以有10厘嘅優惠嘅，咁亦都最低咧就存100蚊港紙已經得噶啦。
係啦，咁呢個推廣就啱現有客戶啊，或者新開戶客戶。不過新開戶嗰個就吸引啲咯，即係如果你話我50,000蚊唔夠存多過50,000蚊嘅，咁就可以用呢個10厘息嘅優惠咯。係啦，咁佢合資格資金點睇呢？嗱，如果你新開戶口就唔使睇㗎啦，一定合資格㗎啦。咁如果你新錢入去呢，都唔使睇㗎啦，一定合資格㗎啦。咁你如果你舊錢入去，咁點睇呢？其實你就唔使睇，即係你新資金入去點樣比較呢？其實就你唔使你自己再去比較嘅。其實你就將啲錢呢，用 Faster Payment 轉落去你個 PAO Bank 嗰個銀行戶口。咁其實咧轉入去，我今日已經做咗㗎啦。你一轉入去呢，其實呢，佢已經睇到新資金嘅幾多錢。咁你照住，譬如我入咗新資金10萬蚊。咁你其實嗰10萬蚊咧，即入就即刻可以做呢個即係1星期7天嘅定期，享受個10厘息㗎啦。咁啊，循例咧讀個條款啦。咁合資格資金就係指某一種貨幣最新存款結餘，相等於上月每日平均結餘嘅淨增加金額。咁即係簡單啲講咧，就話如果你上一個月有錢擺喺度嘅話，你一定要新錢再入去先得嘅，你就不能夠就用舊錢去做嘅。咁呢係啦，不同錯貨幣都計埋一齊啦，咁樣。咁其實都好簡單嘅。咁如果大家唔明呢，可以即係喺我度下邊留言嘅。咁亦都可以打開呢個24小時顧客服務熱線啦，37629900嘅。係啦，個條款就係咁樣嘅。咁啊睇翻係啦，睇翻有冇其他優惠呢？係啦，好，咁今次呢，我哋呢個優惠呢就介紹到呢度。咁如果大家呢都想即係知道有啲最新嘅優惠呢，都歡迎大家訂閱或者撳鐘仔啦，或者俾個 like 我哋啦。咁啊，或者可以 refer 翻即係share 去俾啲朋友去睇啦。咁多謝大家嘅支持，咁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